經書講，在西邊829第2節咁樣講到，最得福嘅人就係揸穩上帝嘅命令，甲親上帝，甲一條心親上帝嘅人，嗱係咪人一條心甲揸穩上帝嘅命令，在社會世界呢一度最得福嘅人，因為到上帝嘅命令。甲一個親嘅嚟講，上帝一天要照顧自家，要保佑自家，要治療本自家，社會嚟行道，所以自家親近上帝嘅人，相信上帝嘅人最快樂、最得福。嗱，詩篇819第3節按樣人講到，人唔會行壞路嘅人，但係就上帝指出路嘅人，也係最得福。嗱，所以這個世界呢一度，係個路途行到切嘅路，這個心中行到切，這個顯出樣樣行到真嘅路，上帝講最得福。但係呢，因為上帝最合意，而責任要忠切，要尊重上帝嘅人，佢照顧，佢保佑自家，佢帶自家，佢心理平安、快樂、熱天，這個享受得到，因為到上帝要照顧。上帝要保佑，上帝要祝福，隆重人要尊重上帝，要一條心親近嘅，才讓人一個要有謙卑嘅心嚟相信上帝。耶穌基督就係一個嘅上帝，耶穌基督就係一個救主。萬人相信耶穌基督，等於相信那啲朝天朝地嘅上帝，你都係最快樂、最得福，係講一條心親近，一條心相信佢，亦都堅持。全本隆重人堂，嗱，所以這個謙卑，親上帝，相信上帝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